安尼，互早起的日头对顶面来照咱，来照遐个坐伫黑暗甲死荫中的人，带咱的脚去平安的路。请咱献开旧的圣诗362首来学罗上帝。主，你的阳光充满天。咱立员起来来用10条解，成做咱的信用个别。第一届，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第二届，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无论天顶、地上、甲地下的水内所有的物，拢毋通做伊的像，也毋通敬拜伊，也毋通服侍伊，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断无永远用别个上帝匹配我。怨恨我的，我归伫伊的罪，对爸甲囝到3、4代。听我的，守我的诫命的，我是阮互伊直到千代。第三届，毋通滥散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也因为滥散称伊的名的，耶和华的确无要伊做无罪。第四届，着记着安息日，守之做成，6日内应该着磨。你做一切的工，独第7日，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的安息日。即日你甲你的囝、查某囝、奴仆、女婢、精生，以及住伫你的中间的出外人，一切的工拢毋通做，因为6日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甲中间遐万物，第7日着休。所以耶和华来束缚伫安息日设立伊诚做成。第5届，你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互伊的日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欣赏、所赏赐你的地，甲得到久长。第6届，毋通害死人。第7届，
毋通行奸淫；第八戒，毋通偷窃；第九戒，毋通做假干净陷害你的厝边；第十戒，毋通贪你的厝边的厝，也毋通贪你厝边的某、奴仆、女婢、牛驴，以及你的厝边一切所有的。请坐。下面咱要三个来启用，启用文是记载伫新的圣诗内底第58、59篇，记载伫罗马书第10章。来，你来用嘴宣言耶稣是主，心信上帝，就互你对死人中国活，就会得到救。因为人心信，人的心信就得到称义，嘴宣言就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伊的人袂得到失望。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共一位上帝是万民的主，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因为所有求救主的名的人，拢会得到救。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救伊呢？拢无听到，哪会信伊呢？拢无人传，哪会听到？拢无车牌，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业若是安尼遐水，毋过毋是所有的人拢顺坦即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啥物人阮会信阮所传的信息？所以信是对听的，听是对基督的话。不过我要问，因敢真正拢毋捌听过着？当然听，当然捌。圣经安尼记载，伊的声音传遍全地，伊的话传到天边海角。咱三个斗阵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献上阮的感谢。阮看见阮台湾所面对的疫情的代志，已经得到遮的政府官员甲百姓每一个人同心合意来抵抗遮的疫情。互疫情已经受到控制，这是阮上欢喜的心。不过，求主赦免阮拢总的罪，因为阮所做的，时常做的主你无欢喜的代志，就是拜偶像、犯奸淫、争吵，拢做了主你所无欢喜的代志。主啊，愿你用慈悲怜悯的心来款待阮，赏赐互阮。台湾的执政者有气力、有能力、有智慧来带领阮对着这边疫情，会当来行过一条平安的路。阮的所欠过的疫苗，主啊，愿你会当帮衬赏赐，互阮咧个别时阵无受到阻挡，无受到杀害，互阮会当一切拢会当真顺利来买着。这是阮所需要，阮台湾目前所需要的代志。主，阮感谢你。阮也来为着教会事工来祈祷。主啊，咱教会最近咧推动遮，无论是家庭祭坛，还是 RPG 的小组祷告，这种是上帝你所予阮的恩典，因为你予阮的伫家庭祭坛中会当产生一个伫信仰上的找到价值观，互家庭上会当找到信仰的坚定和信心。伫 RPG 的小组中，阮也会当伫遮互相带导。互相为着需要，互相为着上帝国的事来祈祷。主啊，愿感谢你，或者 RPG 这个小组会当成做每一个人拢成做祈祷的勇士，互后部教会将来成做一个祈祷的教会。主，愿感谢你，愿你帮助，互阮伫推动这个时阵，你的圣神又愿教阮三个同在，而且献上阮的感谢。阮也来为着教会遮的兄弟姊妹身体上的无爽快，主啊，愿你以你的圣手来放伫因的心上，心灵淡薄惊吓创伤的，主啊，愿你诚做耶和华沙龙的上帝，享受平安伫因的心。主，愿感谢你。阮也来为着阮的教会在使用工商
才会做生意人，才开工厂的人。主啊，伫即边的疫情中，拄着所有的一个挑战，主愿你帮助，或者疫情会当来紧紧过去，或者经济会当紧紧恢复健康，恢复正常。主，阮感谢，阮也感谢主，今仔透过阮的团队杨耀会团队所透放的信息，会当加做每一个人的救赎甲帮助。阮从今日的聚会为头到尾，有主你的圣灵帮助阮，带领阮，而且感谢祈祷靠主名求，阿门。下面要献是咱妇女团契今日要所献的诗歌是一生甘愿对你行。Oh
愿意找阳光规日也捌白上帝。咱现在要来攻守上帝话，请咱先开咱的圣经《使徒行传》26章第16节到23节，咱先着来做伙来读来。总是你着起来徛，因为我调直对你的出现，要设立你做采用最干净，伫你所看见我甲我要出现，互你看的事，救你出遮的百姓甲外邦人的手，就是现今找恁就近因的，来开因的目睭，互因对暗活转到地光，离开撒旦的权势，来归向上帝。对信我来得到下罪，搁着得到基业，伫正圣者的中间，阿基撇王啊！所以我无威力对天所显现的，就大先伫大马色，后来伫耶路撒冷、甲犹大的全地以及外邦，劝人着反悔来归向上帝，行代志甲反悔相合。因为安尼，犹太人对典狱掠我，要杀我。若是我得到上帝的庇佑，到今仔日还伫咧，对大甲小最干净。所讲的，毋是遮的先知甲摩西所讲的要到的事，就是基督怎样着受苦，搁怎样做头，用死人搁活的事来传播光明，互遮的百姓甲外邦。愿上帝使我听伊话的人，下面咱要请咱的耶和华传道来讲道，今仔所讲的道是，所以我无畏惧。兄弟姊妹平安。即马几月啊？7月对毋对？吼，今年已经过了一半的日子啊，吼。大家阁会记咧？你伫咧年初的时阵，你有做计划无？你的计划即马执行了怎样？有继续伫咧执行无？吼，咱俗语有一句话讲：计划总是赶袂着变卦，对毋对？吼，即句话其实毋是要打击咱，是要鼓励咱啊。因为这计划呢，本来就是要用来被考验的，吼，会当来修改甲调整。咱若有计划拄着重大突然发生的事件的时阵，咱只要调整者啊，就会使继续搁执行落去，对毋对？吼，但是无计划呢，你若拄着即个突然发生的状况，咱人的反应的能力拢会安怎降低落来哦？佮毋知影刷落来要安怎做才会使，安尼会安怎失去方向？吼，所以这有做计划有重要无？真正重要吼！我家己伫咧年初的时阵啊，有一个计划讲要去健身，所以我就去报名迄健身房、健身中心吼，佮按照时间，迄教练过，甲你设计一个几下的动作，互你身体较好安尼，锻炼肌肉。但是咱看即马台湾的即个疫情啊，即马会使搁去健身房无？已经袂使去啊！即马要怎办？因为我有计划要健身嘛吼，调整一下，即马要怎做？即个健身中心嘛真巧哦，因个拍摄影片，像咱安尼拍摄影片，放伫咧 FB 顶悬。你若是会员吼，你就会使去点。每一工就会使照你本来计划的时间，搁继续去做运动。所以我感觉吼，咱若有即个计划的时阵，咱真侪代志搁袂有，因为有发生重大的事件，咱搁安怎袂使继续落去。而且你看，即马运动即件代志有重要无？真重要呢，因为咱即马关伫厝内，你知影吼？看阮弟弟吼，伊这要一个月啊吧吼。伊1个月来吼，肥5斤，互伊惊着，伊拢无伫咧运动啦吼。你看即个咱关喺厝内面的时间吼，咱会运动，咱精神会好吼。
就会健康。安尼，我即马阁想要问大家，会记得咱教会今个年度、今年度嘛有一个计划，大家阁会记得无？这后壁遮吼有写对毋对？要安怎？要来推行做家庭这段，对毋对？大家有伫咧做无？爱继续做哦，吼。好，咱转来看经文内底有19节，伊伫讲，所以我无为力对天所显现的。对咱基督教来讲，这对天所显现的吼，对人来讲，对咱基督徒来讲，这毋是指人对未来所想要做的代志所计划的难度。即个对天所显现的，所指的是对上帝来的启示，上帝所指示的行动。咱会使过来看一个《使徒行传》第10章第9节。咱看到即个彼得，伊去咧厝顶祈祷的时阵，佮领受一个启示，讲安怎呢？领受着上帝讲，上帝所称起的，袂当当做上物。然后呢，伊佮去即个哥尼流一家伙仔传福音，对毋对？过来，伫个启示录第1章第10节，即个约翰伊伫咧主任呢，去互圣神来感动的时阵呢，伊佮听见，佮看见上帝对7间教会的即个启示，伊佮写批互7间教会。然后佮有即个伫咧《使徒行传》伫咧第13章第2节，即个安提阿教会伫咧侍奉主甲禁食的时间呢，伊圣神就对因来讲，爱差派巴拿巴甲保罗去做工，所以这教会就开始，因就开始外邦人来宣教。咱看到遮个人、遮个代志，拢是安怎呢？拢是因为得到对天理来的启示，对天顶来的启示，就开始有怎有行动来回应。时间过了真紧，兄弟姊妹，你阁会记得？咱伫咧今年度年初的时阵，咱开始要来做家庭这段的即个启示，互咱的时阵，咱阁毋知影即个新冠肺炎会遮尔严重。咱即摆伫咧5月中间就开始安怎，无法度来到教堂来聚会啊！即个家庭这段，我顶一摆讲道嘛有讲着，敢若亲像是上帝要透过家庭成做教会即个心意的家庭这段变做一个安怎预防射，有感觉是安怎讲？咱来看，因为既然你伫咧厝内面，你也有伫咧做家庭这段的，我相信恁一家伙仔是毋是做伙伫咧厝里主日敬拜崇拜的时阵。你因为你伫咧厝内面已经有做过家庭这段，有伫咧厝内面有聚会的即个经验啊，所以毋管是同齐唱诗歌，还是讲咱厝里同齐来听讲道，然后呢，佫同齐来分享信息的内容，因为你已经有家庭这段的经验，你伫咧厝里做主日崇拜的时阵，你应该感觉安怎？足自然的，对毋对？你袂因为讲放音乐，你佫伫遐听音乐。你会起来安怎？同齐唱诗歌，对毋对？安尼才对啊，因为你家庭这段是毋是也爱同齐唱？好，即是呢，咱伫厝里做的遮个代志，拢伫甲教堂做的有相像无？有共款无？拢是伫咧敬拜上帝，咱爱用即个态度来伫咧厝里做崇拜，安尼才对，即是呢，咱即摆家庭这段呢，伫咧即个拢爱关伫厝的即个期间呢。咱就发觉讲，家庭的组织真好真水，可是咱伫咧教会兄弟姊妹的即个三角连结，佮安怎，佮无够啊！即个重大的事件来发生了后，是毋是爱有一点仔调整？所以你知影无？咱教会即马来调整做啥物代志？要来建议咱兄弟姊妹，佮三角做伙建立一个啥物祈祷的小组，大家同齐来同心来祈祷。来成做咱肢体的连结，所以你看，咱教会有对顶面来的，有对天理来的，有对咱上帝来的启示。当咱发生了遮尔重大的代志时阵，咱只要调整一下，就会使伫咧荣耀上帝、甲帮助人来明白上帝即个代志顶面，继续来真行，完成上帝的吩咐。
有人会问讲，传道啊，我敢有去上帝呼召？我哪会知影我有互上帝呼召来军队伊的启示无？好，安尼传道要甲你讲，当然有 ，of course， 吼。当你入来教堂的时阵，诚做基督徒的时阵，你个领受了即个呼召。教会即个字，吼，咱看即个 PPT 顶悬有用希腊文写出来，伊叫 ekklesia， 吼。伊即个字本来就有呼召出来，啊要组织即个意思。所以教会指的是一间厝吗？一栋建筑物安尼吗？教会毋是指这哦，教会指的是咱，教会伊是咱即阵互上帝呼召出来，要同齐来组织的一群人，这是教会的意思，吼。所以你袂使讲啊，我要来去教会做礼拜，你爱讲我要来去教堂，吼，做礼拜，吼，教会是指咱一群人，吼。安尼你就知影，你是有呼召的，你爱来领受上帝的呼召，对着上帝启示来活。咱来看经文第16节到18节，个学者吼，伊个指出，保罗伊受到主的呼召的时阵，即个呼召真亲像上帝伫咧呼召、伫咧旧约的时阵呼召迄个先知共款。你看第16节讲，总是你着起来徛，即甲上帝呼召啥呢？以色列。你起来徛，我要甲你讲话，即共款。那第17节呢，讲救你出即个百姓甲外邦人的手，即甲伫咧耶利米，即甲上帝呼召耶利米的时阵共款。吼，伫咧第1章第7到第8节会使看到上帝安怎呼召耶利米的。啊，伫咧咱即摆过来看第18节，伊讲来开因的目睭，互因对暗滑倒到直光，离开撒旦的权势来归向上帝。啊，这甲啥物共款？吼，这甲以赛亚书42章第6节到第7节，上帝伫咧呼召伊的仆人的时阵，即个受苦的仆人，吼，这讲的话拢真亲像。所以这学者就讲，即个保罗因领受的即个使命甲呼召，甲过去上帝呼召伫咧旧约呼召伊的仆人、先知是一样的。要成做上帝话语、上帝心意的即个传扬者，去安慰、去劝勉、去造就，互人的心来归向着上帝。啊，今仔日你甲我，嘛拢有领受即个呼召哦，兄弟姊妹，咱是有领受即个呼召甲使命的。所以咱家己爱安怎呢？咱爱大心，咱先爱来明白主耶稣基督。知影伊是主，知影伊有荣耀，配得咱学乐、尊重、疼痛。咱即个人拢是伊的。然后，咱的心就会来有变化，咱就来知影，咱就知影讲爱来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保罗讲，伊无违逆，无毋听话，无背过身躯，无偏离上帝对伊的呼召，上帝予伊的人生道路。伊无踏错脚步，你知影？保罗伊无一点仔久的时间是为着家己活的，为着家己的享乐的代志，吼！伊无一点仔久的时间是安尼，伊是全心全力，拢为着上帝，上帝所指引的道路向前行，尽心尽力为着主去活落去，遵探主的心意。前几个礼拜呢，我参加一个毕业典礼。吼，这是新学院的毕业典礼，啊，是伫咧网络上参加的啦，吼，因为即马袂使实体聚会，这毕业生嘛真可怜，因个大家拢爱拍摄一段大家的影片，吼，放伫咧网络上互看。啊，伫咧典礼中间呢，有一个宣教组的毕业生，吼，伊做了一首歌。宣教组是啥物呢？伊就是领受到一个呼召，去到外地。去到无共款文化的所在，要去传福音的即个呼召，对因来讲呢，离开家己习惯的环境，去到一个跨文化、无共的地区，而且大部分呢，
拢是无介意基督教，对基督徒非常无友好的一个地区。因去到迄个所在生活，因去到迄个所在，会攻击因的人传福音。即个歌词内底有讲到，讲阮拢是一阵领受了呼召，来到神学院要学习，要学谦卑，爱超人忍耐。遮虽然拢会真辛苦，嘛会流目屎，会足忝的，但是这一切拢是为着要装备咱家己，然后才去到主所差派的所在，去建立教会，去播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安尼做，毋是为着金钱、权力、名利，安尼做可能会受委屈，嘛会失去了性命。但是安尼做，是忠心为主，要得到主的懊恼。歌词内底安尼写，其实我感觉因有足大的即个决心，知影因军队，知影因即个主对因的计划是啥物，所以伊阁袂敢若无方向，伊阁知影，伊阁准备。其实一个对一个真正去领受主呼召的人来讲，毋管领受了呼召了后会经历啥物，上重要的是啥物呢？是最后会得到主的懊恼。阁亲像使徒保罗，因领受了呼召了后，抗人着反悔来归向上帝，行代志甲反悔三合。领受上帝吩咐了后，保罗伊就无分啥物种族，准备归正，做了真侪的努力。伊捌听候足久的、足长的一段时间，伊嘛捌不断经历了危难，而且行足侪路。咱对20节，咱阁会使看到，伊就大兴到大马色，然后伫耶路撒冷、甲犹大的全地以及外邦。即句话伊讲先到一个所在，然后到另外一个所在，再搁去伫另外一位。安尼讲法，大家有感觉足亲像一段经文无？这个是伫咱的《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阵，主对门徒吩咐的。第1章第1节讲，独独圣神临到恁的时阵，恁要得到才能，搁伫耶路撒冷、顿犹大、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这两段经文的意思，毋是讲一个顺序，伊是伫咧表明一件代志，即就是讲救恩嘛要共款束缚啥物外邦人。所以，毋管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拢爱透过主耶稣基督即个道路、真理甲性命来到上帝面前。讲到遮，传道哥足欢喜的，想要甲大家分享。你知影咱即马是透过线上网络伫咧崇拜、聚会、听讲道，对毋对？这感觉就是敢若跨越一个空间，跨越即个地区的障碍，会用个对遮到遐，搁到迄个所在，你知影无？拢会当听到主的福音，拢会有人为主来做见证。咱即马即种福音的工课，是咱即个世代才会使经历到的。前几个礼拜，咱伫咧灵修经文啊，生命记，是毋甲上尾溜34章结束啊？伫咧上尾溜的所在，又讲到摩西死的时阵，已经安怎120岁啊！伊目睭无花，精神嘛阁无败坏，但是上帝就互摩西困去了。上帝讲摩西是伫咧以色列全家尽忠的，伊忠心服侍遮上帝的选民。摩西伊安怎服侍呢？摩西伊遵探上帝的吩咐，用圣约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搁为迄个世代的以色列人颁布上帝的十诫，吩咐迄世代的人拢爱遵探上帝的律法。搁来，上帝要摩西做啥物代志？上帝爱摩西服侍迄个世代的人了后，就完成任务，就
就会使安怎休困。新的世代会有约书亚来承接工课。咱阁看伫咧《使徒行传》13章36节的时阵，又讲到大卫。伊讲大卫嘛是照着上帝的旨意服侍了，伊迄个世代的人就困了。咱伫遮看到这历代的圣者，因伫家己的世代做上帝计划中的代志，服侍因迄个世代的人就休困，因拢得到上帝的呵乐呢。兄弟姊妹，即摆换咱哦，咱伫即个世代，咱嘛领受了上帝的呼召，咱爱怎样服侍咱即个世代的人呢？有想过即摆的情况，咱爱安怎传福音无？即摆是一个啥物世代呢？即摆是一个网络的时代，吼，大家会晓用即个 YouTube 无？会吼，大家拢会用着，对毋对？咱最近嘛是拢伫咧网络上线上网络。用 YouTube 伫咧聚会崇拜听讲道，对毋对？兄弟姊妹，除了咱家己听以外吼，咱阁会使加做一个动作。你看，你箍箍起来，迄个安怎分享出去？会使安尼做呢？传道哦，最近会甲几个朋友，足侪朋友吼，我拢会安尼讲，我有一个袂歹的演讲哦，甲你分享一下，阁透过来，阁传互伊。吼，若是较熟悉的，我会直接甲伊讲，我即摆要来线上聚会，你嘛甲我来聚会一下，吼。所以有当时咱线上聚会回应表，我拢加写一个人的名，迄个是我传互伊吼。好，咱才知影你有分享，你哪知影你分享了后伊有听，毋是看到已读个表示伊有听哦。你知影团队拢会阁甲问几个问题，问几个即个讲道内面的问题，吼。然后问伊讲，对即个道理你有啥物看法无？伊为着要甲我开讲哦，吼，伊个会安怎点入去要听清楚，到底我伫咧问倒一段，我问的是啥物？吼，伊要为啥物看法？伊会阁去看，吼。兄弟姊妹，其实我知影恁逐个吼，一定阁会想到足侪方法，伫咧即马即个环境内底，咱会使传福音的方法。咱即马阁活转来看保罗。伊也是为着伊伫迄个世代来尽忠。咱看保罗伊是安怎做？伫咧哥林多后书11章，伊有讲到，伊报用福音的时阵，经历了足侪困难。伊讲伊安怎？拢去用拍，拍40个减一个，叫石头弹，搁船害去，搁沉咧水内面，有足侪危险。有当时食袂饱，困袂烧，有当时搁爱关心教会足侪代志。伊讲伊压力足大个，但是咱来看，保罗伊的服侍，伊是爱安怎世界去传福音。伫咧即个过程中间，伊除了性命受危害，身体受伤害，伊心内安怎阁有足大的压力。我想这不只是宣教师甲传道人甲会拄着的即个困难，就是兄弟姊妹，既然有主的呼召的，我相信你去到上班的所在，你去到你伫你的厝内面，也是讲你伫咧社区内面，伫咧亲情朋友中间，既然要用性命甲生活来回应主的呼召的人，拢会拄着遮个困难、痛苦，有当时甚至会受委屈。受到无公平的对待，这为虾米呢？你有想过无？咱是要活出主耶稣性命的人，是安怎哪会遮尔受苦？这是因为咱爱知，咱是互主调出来，要甲这世界的人无共款，要活出基督的生命，要传扬基督的福音。但是你知影这世界是怎样呢？这世界就是伫咧抵挡主耶稣基督的啊，所以因也袂对基督徒也是主的门徒有好的款待。保罗伊伫咧31节，伊阁继续讲，主耶稣的上帝也是伊的爸，永远通呵乐的，知影我无白菜。保
保罗伊相信上帝知影一切，所以伊无白白来受苦。上帝知影保罗是怎样用心来服侍伊。兄弟姊妹，上帝嘛知影咱所做无的代志，咱甲保罗一样，要为着家己基督徒的身份所忍受的一切，上帝拢知影。接落来，保罗伊讲，伊犹太人伫咧当地要掠我，要害我，但是我得到上帝庇佑，直到今仔日又也搁直直对大到细做干净。注意哦，保罗遮伊毋是讲啥物，毋是讲好佳哉，我真巧，我有聪明有知识，也是讲好佳哉，我有目识，我有得到好人缘，也是讲好佳哉，我有好的口才，会当赢过人。所以今仔日我搁活着咧。保罗伊毋是安尼讲，保罗伊讲伊会使脱离苦难，会当逃过即个追捕，会当过着生活有供应，毋是因为伊真有才情啦，是因为啥物呢？是因为上帝的帮赞，有上帝的庇佑，所以伫咧苦难、困苦、患难中，即使咱家己啥物拢袂使做，这伫保罗看来，安尼上好。因为保罗安怎讲呢？咱就来夸口咱家己的软正软弱，然后呢，互耶稣基督的能力来复庇咱，来庇佑咱。兄弟姊妹，咱爱知影哦，即个时阵，咱即段经文，保罗伊是去互告，去互掠起来，伫咧审问中间。但是呢，伊无因为家己安尼的遭遇，就感觉见笑。伊感觉家己安尼即马受到威胁，互掠，毋是因为做毋着代志，反倒是因为安怎呢？伊做着代志啊！因为伊坚持活出主的呼召，尊叹主的吩咐。保罗安尼坚持，互家己就得到主的应允，将来会有搁活的望，也互遮听到福音的人，也得到安尼即个救恩。即马咱来看保罗伊安怎讲伊家己无为逆，伊用家己的性命来做干净。第一个无为逆的是啥物呢？伊罗马政府，就是伊即个阿基帕王讲的话，吼，伊过来解释讲，我无违逆政府的法律啊，吼，这可是第一个伊无违逆。第二个呢，伊对着即个犹太人，伊讲保罗讲伊是按照上帝应允的，遵照即个指望来生活的，所以伊无违逆摩西律法甲先知的讲论。第三个，伊讲我遇着耶稣基督，自从伊去号召领受主号召了后。伊个对着大小尊贵卑贱的人，拢来做干净，所以伊无违逆着主耶稣基督的呼召。保罗伊真认真要将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已经对死里搁活，赢过黑暗的权势，是世界的光，要引带人行向光明自由。保罗伊真认真要将即个好消息传出去。保罗见证伊家己是按上帝的旨意来服侍伊迄个世代的人。兄弟姊妹，望咱嘛会使来做干净，咱来服侍咱即个世代的人，咱无违逆上帝。第一个，咱会使安怎来做干净呢？伫家庭伦理来讲，咱会使是安怎？爸疼囝，囝友好爸，还是兄弟姊妹？合睦，夫妻三疼。啊，伫咧即个工课做工课呢，咱有即个职业的道德，尽力来完成老板上司主派的工课。啊，甲同事呢，会使欢喜来同工。阁有咱袂贪心，甲公司的即个公用物品，甲带转伫厝内面，啊，阁来呢，学生呢？伊嘛有一个本分，对毋对？伊嘛会使做到无违逆，伊会使拍拼学习，遵守重道，爱清气，遵守着校规、学校的规定，友爱伊的同学，袂去霸凌。兄弟姊妹，咱阁会使证明啥物代志咱无违逆无？伫咧主里，咱会使无违逆啥物代志？
就对即马来讲，咱兄弟姊妹和睦做伙，彼此相疼。伫即马伫咧厝内的期间，咱会使用电话用 Line 这 App 来互相的联络，三甲做伙来祈祷，来关心咱的肢体，用即种方法来体验着上帝讲的啥物兄弟姊妹和谐做伙是何等的好，何等的水。阿门。我相信除了遮的，阁有足多咱会使做干净的，咱会使做咱无违逆主呼召的证明。伫即马即个环境，上尾了我要来讲，咱会使做啥物无违逆的？大心、小心，咱要来领受主的呼召，做应该爱做的代志，按照上帝的旨意来服侍咱这世代的人。然后，咱就会知影，咱会用咧回应上帝，经历遮尔多的困难，咱阁依然会徛会牢、徛会稳，来为主做干净。这毋是靠咱家己，是因为上帝的帮助，是因为耶稣基督内面的恩典。兄弟姊妹，毋望今仔日即篇道，会使互咱家己知影，咱有领受呼召，咱爱来服侍这世代的人。咱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帮助，有上帝的庇佑，咱一定会使无违逆。咱同齐三甲来祈祷。主，感谢你经选阮、呼召阮，感谢你使阮伫生命册内面有留名。求你济济赐予阮信心甲勇气，来做主的门徒，来跟对你，来按照你的心意来服侍这个世代的人。主信心啊，请你充满阮，互阮有气力为主国活，互阮的生命会当做干净，无违逆对天顶来的启示。主使用阮，找牵阮每一个人，伫咧兴幕福音这件代志顶面，爱有作为，将逐项代志看做有损害，独独爱主，爱做主的工。伫咧患难中也毋惊，因为知影全能的上帝必定来帮助阮，互阮不止赢过困难，还阁会使徛会牢，还阁会使徛会稳，互阮的生命会当引带人来归向你，将人带到你光明的道内面，得到自由，得到讨白。主啊，感谢你，这是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耶和华传道的正道。毋知兄弟姊妹，大家拢准备要受上帝呼召未？期待上帝赏赐互每一个人，这恩赐甲恩典，拢会当伫即段期间会当发挥出来。下面咱来回应上帝的话，咱依然来吟圣诗，旧的圣诗168首，求主兴运教会，请会众起立。
真侪。下面要奉献，因为疫情的期间，咱教会照着政府的政策，所以伫遮教会无开，所以有一要奉献的人会当去咱的邮局划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后埔教会，号码是159-423-45，啊，转账邮局存部是700，啊。号码是0311-035-083-7054，啊，这是约定奉献的人，有记载伫遮。若是有差错的人，会当找请美林执事来为恁来更正。感恩奉献的、甲建堂奉献、主求奉献的。来，咱来今仔读咱的今仔金句。来开因的目睭，互因对暗活转到地光，离开撒旦的权势，来归向上帝。对神，我来得到赦罪，搁得到基业伫正圣的中间。搁读一届来看因的目睭，互因对暗活转到地光，离开撒旦的权势，来归向上帝。对神。我来得到赦罪，搁得到基业伫正圣的中间。下面要带倒咱7月14有赖进节，啊7月11有林淑慧，啊传亮甲传阳光生日，咱为日日蒙恩生日快乐。带倒，报告。后主日7月18主日礼拜第一堂是庄家信牧师，讲题是主的祈祷文，圣经是伫马太福音6章9到13节。司礼者是八线强执事。第二堂是约翰庄家信牧师，主题约翰共款。司礼者约翰是八线强执事。下面要带倒。7月11下晡1点半，社青会有聚会，一样用赖的视讯，请大家事先看影片，搁到庭分享讨论。主题是众贤，主题是共享观点，工作职场赢在扭转力。报告甲带倒事项，第一项为着连招这个福建，搁为右中乡的语言附件为超所用兄弟的称为中风带倒，为了主这个三叉神经，为应承节小弟艺术乡的头壳来福建，为美玉这头生皮蛇来带倒，初期这南非的囝儿林世人因全家因为遐政变吼，所以求上帝帮助，互因遐一切拢会当平安。啊，各位注射新冠疫苗的人带倒吼，因为遮有一个老大人拢要来注这个时候，拢有一寡的求上帝帮助，拢无副作用，拢是健康甲平安顺利的吼。带倒的时间，咱请庄家信牧师。咱就是三个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三个组织特别为了阮所需要，无论咱教会需要，还是阮兄弟姊妹的需要，还是今仔日世界每一项的需要，阮直接献上阮的祈祷。做一段疫情的顶面，看你特别保守阮台湾以及全世界。特别阮的教会伫这段疫情的顶面，阮兄弟姊妹。而且因为无法度到伫你的面前来敬拜，总是阮用即个直播，用即种三个分享，用
上帝你所互阮的智慧甲才调，阮伫遮咧行做。主可以特别，互阮伫遮所学习到的一切，互阮伫遮敬拜，互阮会当专心倚靠，牵条伫甲上帝你中间更较亲密的关系。主可以特别甲阮三个弟弟。但即时，阮也特别为着阮的兄弟姊妹连招者伊的福建，主可以特别甲伊三个弟弟，互伊领受你大大的恩典。药庄上伊中风了后的福建，无论语言，无论身躯各部分，主拢恳求你帮助伊，互伊伫遐来建立着真正健全，互伊来领受上帝你我大的恩典。手所用伤轻微的中风，主可能特别甲伊三个弟弟，互伊完全恢复伊的健康，也领受你的恩典。例如这三叉神经痛，也是伊本身的需要，主阮也将伊放伫你的面前，看你也特别甲伊三个弟弟。应承节小弟艺术上，伊的福建，主可能特别甲伊三个弟弟。特别比较这头壳生皮蛇，伫遐痛痛，主可能也特别医治帮助伫伊的心上，互伊来领受你大大的恩典。初期第二囝，四人全家伫南非，伫种南非的疫情，也是因国家的情景，主可能也特别看顾伫伊第二囝，全家拢会当得到平安，来领受你大大的恩典。这段伫咧注射即个新冠疫苗，阮遮的兄弟姊妹，也是阮台湾全世界每一个伫遮为着疫情伫遐注即个疫苗的每一个人，主可能也特别甲因三个弟弟，互因拢得到平安，来领受上帝你大大的恩典。特别讲教会伫遮咧推行家庭这段 RPG 复兴基督小组，主可能也特别看顾伫阮。阮伫阮人命的顶面，甲你有更加亲密的关系。主可能也特别为着这项，甲阮三个弟弟，对阮兄弟姊妹中间，阮的需要，阮伫遮对你求讨的。主可能互阮伫求讨，也是阮大多的对象，拢会当得到你大大的恩典。特别阮教会伫遮咧敲找敬拜中心，也是阮侪兄弟姊妹伫国外生活、家庭的需要。主可能也特别甲因三个弟弟。阮所带到的对象，甲求讨的主，可能也特别伫阮基督的中间，来领受到阮兄弟姊妹本身的需要，也领受到你大大的恩典，就满满伫阮的中间，伫基督的顶面，更加来看见上帝你的恩典甲大权能。主，我一摆将阮本身，以阮兄弟姊妹恭敬交托，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面咱要诵诵圣诗规个圣诗514首，大尾数的求主赐福。毋是说咱请牧师来传福。大尾数的求主赐福，我愿心中上快乐，大家的起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常享受圣神的帮助，
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咱的聚会今仔到这，愿上帝赐我果实。